风潮升温，而健身界网红艾玛也在网络上分享自己成为健身教练的经历，但她却吐露过去在健身房当教练时，前面2个小时是训练，后面8个小时是在扫地。此番话点燃前雇主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创办人馆长陈之汉的怒火，再时反击，同时加码爆料艾玛在另一间健身房性骚扰男教练，还因此被告。对此，艾玛昨天则在粉专 PO 出妨害名誉的报案单，未点名是谁，但却写下清白的名节比性命还重要，双方炮火隆隆。艾玛于影片中提到过去的工作经历，表示自己做了大约1年，初期只有前2小时在训练，之后8小时都在打扫，并强调真的就是一直扫地。同时说工作时间虽然是下午2点到晚上11点，但还是弄到凌晨2点，因为下班还是要扫地。后来选择走人的艾玛提到最开心的地方终于可以不用再扫地了。但他描述这段过去在成吉思汗待过的经历，让馆长很怒。在中回击我们所有的教练进来都会告知说，我们就是要做清洁打扫，连你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跟在我身边的人，当初就跪在地上在那边拖，我本人也跪在地上拿着毛巾在那边擦，表示都一视同仁，同时也是对教练的工作要求。此外，馆长也提到艾玛离职的原因，表示当初他问艾玛为什么不做了，结果对方回说自己不想打格斗，馆长则认为我说当初应征的这个就是条件，为什么你现在才讲，并强调应征时都有说要打扫，如果不能接受，为何要在合约书签字？同时在爆料，艾玛后来去了另一间健身房，结果被炒鱿鱼了，因为她去摸男生教练，还被告性骚扰，还要我讲吗？她为什么离开？因为产生了法律纠纷。对于馆长的反击，认为他是自打脸，艾玛目前并无做出任何回应。仅在粉专 PO 出报案3连单，上头写着针对网络提告妨害名誉，虽然他没有提到告谁，但不少网友猜就是馆长。